台南安平道坛道长王宏儒伫去年完成顶刀推挑战，正是正升安平道坛第3代掌门人。而顶刀推是道教神职人员正升道一个传统仪式，也是地方的姓氏。一般完成顶刀推后，就会展开顺香射神。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种仪式延到旧年来举办。王道长伫出发进前，先来到圣恩佛祖会，向观世音菩萨以及天上圣庙禀报。今仔日咱伫遮做一个起点，因为咱台南省佛祖会也是咱的这个卢会长就是咱顶厝咱这神仙拜庙的总指挥啦甲咱支持甲咱爱护，安尼嘛甲咱牵架。那今仔日神仙拜庙意义就是讲，咱伫去年度咱这登梯月路非常圆满，也平安顺遂。今仔日咱抱着饮水思源，咱要感谢的心。要来感谢着咱立位众良神咱敬拜这个神奇，甲咱爱护护持，互咱圆满。所以今仔日要敬谢。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一个印象够深啊，特别甲交代伊无用纸摕了的时阵这10档内一定爱去拜头推，搁再来做一个迄个层次的升级晋升的这个典礼安尼所以伫这个9档。当伊下9档的时阵来完成这个任务啦，所以我身为这个做伊的总指挥的这个，我感觉足欢喜这次仪式见证了道长世家传承，彰显家顺道德品行，出之有道，也抱着感恩之心，倡导饮水思源。道长王宏儒也前往国庙行3跪9叩大礼，并伫顺香后举办化缘射神。这项道教宗教圣事也吸引真侪民众前来观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